Hindi pagbibiya saya apa mo makita. Manahikiratan lang kasi pinita na namin kapag ako. So, ito orang kawas kita. Tapi harap nanginira kita to di ako ni ang ako mabilias kita to dia ka di ka na dia hapakan di kita ayaw di ba. Sinano kita to karonso. Now hani jadi orang pasal kita kaya ako ipahas kita di ako rohay papasan. Kaya patras kita nanay ayaw kita. Patarakaran kita patras kita. Tas naman kawas po tayo matutong kita. Kasi ang katsat kita patawas nauhan ini. Mantaklaan kita sakto ka kansya ini kita. Sa kapulungan ata nilolo ng yan napakan. Hallelujah, hallelujah, nakamagay makakaya sa karay. Talagang siya kami siya. So, kita pang niya Yesu.
hayay aroma. Teka na nakaunyang kagandang masarap. Ano ni Anto Haishawi, ano ni Anto Fariosi, ano ni Anto Sensai. At ay apa na sila kami pa din ang maaraw ito nila. Yoji sa akin ni, kunihan apa na si Samarito, ang mga nagtato Sensai ako, ni ang Haishawi, ilang ikasakit-akit, kaya ay papatahin ng mga sakit-akit. Ikaw rin lang ini, man mo haimitan. Kuni anak ulang kayo. Kung saya yung araw mo kita niyan. Pangsanay ako saan kita. Kaya kanta ko, panangaay nito yan. Kita to asasa. Katakawan mo lumita niyan. Ang masama gusto ko kami. Katungaw nila. Nang ani ko man kawat dyan sa rin dyan. Ikaw rin ako maasihay pa ito dito. Nanay minakaon kita itinigitanan. Nanay ako. Kaya at saan nila kanya nagawas. Kaya dyan kami. Kaya dyan para mo at tinigitanan. Tama parehas yung tinitira ng kita. Saya kasi namuntaw kita ka na po. Nanay lumatiyo kita po diyan ni. Sinamuntaw ng kita na tapang ko ito ng kita. Utapang kita liyan kita. Ang masama pa ang po niya nakakali. So rin to, kurang ikanay tayo tinitira na naman. Kumiki asinan, kita tira. Yang kita sa kita ang matiyo po yan. O man tayo sa tayo sa
在是接受我的保险，然后受死，第三天又复活。这就是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孩子。昨天他回到来你吧，爸爸这贴心就知道所说的这个爸爸的意，是我们在他的恩典啊。爸爸你来kita punya anak hai already， 原来要带弟弟亲他那干嘛他帮你来？我们要好好的来照顾这一位神。但老海里唯一他就是我们所要的，老海里生命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但你到我都提出很多东西的，我三不三的，老海里弟弟的我们根本都是不配的。老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配，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生活在不洁净的地方。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尤其是今天我们已对我们自己的心，不大个人那么带来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来抓住。哪怕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来抓住，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每一天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就学会来依靠他。无论如何困难或者是喜乐，我们就会用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唱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是我们用我们的祷告。神在爱子。
弟兄姐妹平安。这时候我们请站立，我们再唱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一切
神，你何其伟大，你何等伟大！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在你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你。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都满了你的丰富。祈求造天地的神，在这个时刻，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的在你面前向你来呼求。我们真面临全球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我们不知道疫情何时能终止。唯有主，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是统管万有的神。恳求主，你赐下你的平安，恳求主赐下你的怜悯和医治，使百姓不轻看疫情，也不落入恐慌，有正确的防疫知识和行动。也求主赐下万般的智慧给在位者，使他们有正确精准的决策，控制疫情，使各地人心安定。求神保护所有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有足够的心力和能力照顾病患。在防疫期间，求主更赐福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能带着平安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主你的看顾，使每位兄姐的身心灵都平安健康。谢谢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愿你继续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愿主今天透过牧师的口，恩膏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主借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合乎主你所喜悦的样式。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感恩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用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时候翻开我们手边的周报，我们看一下下周主日侍奉。下周是和堂礼拜，是复活节的主日。那时间是早上9点半到12点。讲道者是刘亚春牧师，司礼是黄英杰长老，知县是林根金、黄宝云执事，招待是黄星光，敬拜赞美蔡孙主，司琴是詹敬贤，口引曾云慧，音控刘乾坤，知州长老是高约翰长老。那儿主部分，那再请儿主的教员则参与一下我们上面的周报。那看一下各团契聚会，妇女4月11号礼拜六晚上8点是公祷日彩排，在1楼。那耶利米4月11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电影欣赏，主礼是真心，领唱是乔恩，在2楼。那我们家庭礼拜是因为实施防疫办法，所以聚会暂停到4月30日子。4月10号礼拜五晚上8点祈祷会，主礼是刘亚春牧师，领唱是翁花琴。那有需要安排家庭礼拜聚会的招数家人，欢迎主动告知行政办公室。那我们再看一下上周的奉献报告，合计是25871元，明细登记在后面。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教会消息。我们欢迎主内兄姐有参与敬拜的家人有在我们中间吗？没有。我们感谢神，我们开场感谢神，我们还能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看一下第一点，请兄姐于本主日4月5号聚会后，暂请留步练习安息礼拜的慧歌《耶稣陪你平安》。第二点，
下周4月12为复活节主日崇拜，请兄姐恒常纪念主为我们舍身，使受难定十架为我们信仰的核心，请兄姐预备心等候。第3，下周主日献诗是主日学跟言语团契，请预备心练习。再看一下下面肢体消息，4月6号星期一晚上8点，为顾柯秀妹姐妹的守灵礼拜，那地点在樟树2路330巷自宅举行。那其告别礼拜是在4月7号星期二上午的9点，在基隆市殡仪馆志德厅举行。那请兄姐继续为其后事相关事宜顺利继续代祷。商家有备一辆游览车，在4月7号周二的上午8点整在原住民主题公园等候，请兄姐提前到这个地方来等候上车，逾时不候。那请继续再为年长者、肢体软弱者、为困境患难的家庭提名代祷，求主坚固信心，有力量胜过难处。为以下住院休养的一起摆上祷告。那本周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我要领他们来北京，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都凭诚实和公义。撒迦利亚书8章8节。再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撒迦利亚书8章1到17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以先得不着护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待这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此，今天的正道题目是生命的更新与转机第1讲。我们恭请牧师。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平安。想必各位来到中教会恐怕非常紧张吧，因为防疫期间，政府又规定100人以下的聚会如果可以避免就尽力避免所以，现在台湾的全教会、中教会们都为着这次的防疫疫情的缘故我们就用那个直播的方式来进行主日礼拜。当然，我们教会也有，因为谢谢感化执事他非常认真准备了一些器材，然后尝试用最简单的设备来做出最大的播放的果效可以让许多回到花莲、台东的我们的兄姐们你可以在今天的主日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如何再次透过撒迦利亚这位先知的18章1到17节向我们来说话。所以，不论是在场的姐妹弟兄，或是在手机或是在电脑前面的我们彰教会的家人们各位平安辛苦各位一起来努力今天早上是我们撒迦利亚书的第13讲第8章的第1次要跟各位分享生命的更新与转机的第1讲。在分享这个主题前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不用握手可是我们必须还是要跟我们边上几位弟兄看着他眼睛，就对他说好，说神定义要我们来更新对的向我们旁边的几位弟兄说，神定义要我们来更新这样子，请。在那个前面2讲11、12讲第7章的时候，曾经跟各位分享撒迦利亚透过那些找他的人，跟他们回复说：你们问我要不要持续进行我们先祖所遗留下来的禁食的节日跟离俗的这些节日的时候，撒迦利亚很清楚就回应这些的代表。撒迦利亚说，在第7章要将上帝的爱表现在生活。撒迦利亚回复他们说：是节期很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要把上帝的爱表现在生活当中，让上帝的爱、让上帝的公义真正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是最重要的。撒迦利亚很重要的告诉他们。听命胜于献祭，否则，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不论建造多美丽的圣殿，那都不是最优先的。最优先的是怎么样透过刚才我们的施礼者在祷词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要盼望我们用真理跟诚实，或是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位上帝。而且透过上帝的话，Pagkali besar dabang kami tao ni ayaw dapat sa ikang makulong ang mapala kami kamuto kita tak kagacalin kami sa ayaw to kapatasan ang koreo sa ikang ka itini matini itini hakar to rumian。可是有趣的是，亲爱的弟兄，第7章的撒迦利亚书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人非但不听。撒迦利亚这位先生将他们标准了，他们偏偏去做；而且要做的，他们偏偏不做。也许上帝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以至于他们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如果我们再回头去读哈该书的第1章到第2章，我们就很清楚这件事情
哈该事实上就是跟撒迦利亚在第1章的时候就跟各位分享，哈该这个老先知跟这个比较年轻的撒迦利亚这位先知，他们一起在那个时代一起来服侍。他们虽然有工作，可是上帝就叫他们赚的虽然有工作得到一些的叫做薪水，可是并不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得到饱足，穿不饱喝不暖，穿不暖喝不饱，种的这些的植物也生长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上帝的话听进去，而且甚至把建圣殿这些工作停滞了16年。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米了就是Zakaria，米Ayukin siya sa kaka ami Israel pamipalay sa kanan, suara sa isa kapito at sa pag ni Arato Amira。当撒迦利亚非常努力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去做那些的败坏的事情，你不要再去做那些顺从那个迦南地当地的这些的神他们的淫乱、他们的不好的做法，不要再去做不公义的事情，反倒是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可是他们这些人偏偏不做，以至于我们就看出撒迦利亚向着以色列百姓说话的。”这个端倪叫做要悔改，要寻求神，而且要过着敬虔的生活，好来逃避上帝的审判。所以讲sa kapito at sa panghawi unian pasipala kita sa kinagas sa kanila. Ni sabi papalali kita sa kanila pulong. Nada mafali kita mi kuha bifali to palotso. Ami lungos tu ni akabang lumita ami maab amafanda ami kamudo torong ya asa sa kanila. Al-mufki ang kamudo to tapang hawi siya. Yung ayaw kaya yung pisang pan tapang hawi. Itira makaraw lumita kay araw na sa mga saan？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脉络，撒迦利亚很清楚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从今天第8章一样，我们看到第8章的信息是第1到17节的一个段落到18到23节的一个段落，再次提醒我们，接续的第1章的信息是要悔改、寻求神，并且要过着敬虔的生活，好来得着那个将来的祝福。因为不能有，mafanga ako Israel tamdaw falit to follow sa narahawi yung mafanga kuya ayutaya tamdaw lumos tuli akabang hawi yung mafanga kuya ayutaya tamdaw afirasatan Israel mikamuto dapat din yung hawi kakatsa dapat ni sana follow asban chariya pakalaya kampo tarap nai sa pakalamar do ikon ore saan to dapat sangkana。当一些百姓继续愿意过着悔改的生活，继续寻求神的面，来将所领受的显明在日常的生活，而且宁愿得罪人，不愿得罪神的这个敬畏的信仰生活。撒迦利亚这位先生提醒一些百姓，同时提醒今天的读者的我们来说，将来我们会领受到，而且会得着神给很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这是每一次当我们在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得到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我今天早上第八章的撒迦利亚书，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再次领受到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跟鼓励我们每一天的这样的帮助的时候，愿神恩待我们，好叫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更新，我们就愿意改变，我们就愿意去遵行他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是神在今天上午在第8章的撒迦利亚书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从神而来的转机，什么转机？
神其实要没有好的属灵品格。1到17节其实只提2个很重要的关键。虽然17节很长，刚才我们司礼的长老在读的时候很长，读母语更长。可是总结之后，我们就却发现，神其实要我们做2件很重要的工作。神要我们有好的属灵的品格。那么Irabiya makapahayay pinangan luwai sa wakafang namo sa saligaw ko lang kita na。神要提醒我们要有好的属灵的品格。现在姐妹弟兄，不清楚各位这些年来在信耶稣的这些年来，对这个我们的信仰的认识从什么地方而来？事实上，从兄弟来到召会会一直到今天为止，今年要进入到第15年，从第一天一直到今天，此时此刻，一直在呼吁一件事情。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全都帮助我们是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之上。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现在姐妹弟兄，很多事情当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叫做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医疗一样，很快就溃败下来。但我不读、不熟悉，而且不愿意浸淫在上帝的话语里头，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的眼光就跟这世上的这些的平凡人一样，我们无法去把自己看得更加的透彻，我们也无法用上帝这美好的灵性的生命来建造我们刚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品。若不是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亲爱的弟兄，事实上站在各位的这个人，不会有更多的对上帝有更多的敬畏，也不会对上帝有更深刻的认识。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所以我就愿意再次来邀请姐妹弟兄们来过敬虔的生活，来过敬畏神的生活，来过美好的属灵品格的生活，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刻、每一时刻，来见证上帝荣耀的生命、美好的生命。姐妹弟兄，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无法带来什么好的什么事物。当然，你不能带来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带什么样好的事物。以前读书的时候，曾经读过这么一句话：“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4月7号，我们教会的老姐妹、科学会老姐妹的安息礼拜，如果各位要验证什么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话，就请各位来出席这场老姐妹的安息礼拜，看看在那个安息礼拜当中，当我们去瞻仰她的最后的荣誉的时候，看这位老姐妹带出什么，可以回到天家。请弟兄们，我们没有带来什么事物在这个世上，也不会带来什么样的东西离开。我们不能够带自己的金银珠宝，我们不能够带自己的资产，我们不能够带来自己的学位，我们也不能够带来我们的带回去我们的衣服、书籍，或是我们喜欢的手机或是电脑，离开这个世上。事实上，我们可以带回去的只有一项，姐妹们、弟兄们，叫做品格。品格是永恒的，品格是可以让人无限追视一件事情。像他常常在追思礼拜或是安息礼拜、各礼拜，跟出席的姐妹弟兄来分享。当这个人离开这个世上，
不是我们看他多么的富有，买了多少栋的房子，买了多豪华的车子，存款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零，孩子到底多么成龙成凤，都不是这些。通常在安息礼拜、各个礼拜里头，兄弟讲的重要一些就是，这个人离开到底对他的后裔队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他的品格。你看，刚我们还要跟那个古比好了啊，把印按2个节赛，但是他靠再多的钱，再富有，对不起，富不过3代这句话，我非常相信。你再这么钱，3代之后，没有人会认识我们，各位。3代之后、4代之后，谁会认识叶嘉玲？没有人认识。4代、5代之后，谁会认识廖春？没有人认识。人有的只有一个品格。特别老一辈的，我们在座的几个弟兄们，这2个人我们都非常清楚，对不对？左边就是蒋经国，我你蒋中正，我你阿东哥啦，对不对？蒋中正、蒋经国，跟我呢那是陈定南。蒋经国先生是我们国家中华民国的总统，而陈定南先生是以前的宜兰县长跟我们的法务部长。为什么到今天这2个人我们还认识呢？那为我们分那比较正个是蒋经国的陈定南，是因为这2个人对我们的国家有很大的祝福跟帮助啊。今天所有的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所有的建设，几乎都是蒋经国先生所遗留下来的，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他所给我们的蒋经国先生。而陈定南呢，他在宜兰县长的时候，雷厉风行，人家说他是宜兰的包青天，所以他就有一个称号叫陈包青天，很惊讶。当他是被拔作为法务部长的时候，更订定了许多好的这种法学的政策、法治的政策出来。所以到今天有很多人都很怀念这2个，因为他们有美好的这样的生命的分享。请问，一直到今天，中华民国已经109年了。请问，中华民国第71年的法务部长是谁？请问，中华民国85年的台北县长是谁？请问，中华民国的第1任总统是谁？没有人认识，我们也答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品格下来，没有人留下任何的作为下来。yang sakit dapat saling wabulong, kung ayay apinangan luwai-luwai nubita, unian kumalayapan yung kamdaw sa lihat yo, bili-bilias kila tidakal. Mahalatingan ito dahil nga ayay apinangan luwai-luwai nubita, nga ayay singko nubita sa lihat ka. Awat kuruma. 品格是永恒的，不会失去。神往往借着各样的品格来操练我们。以色列百姓不听撒迦利亚这位先知的话，要他们做的他们不做，要他们不要做的偏偏去做，也难怪受到上帝的惩罚。一定是说人这个么不容易干呢。 Alay, yung pasok ay kasi sa hawi. Pitiralan sa patiran ng makaya asing ko numitang. 神要我们要有好的属灵的品格，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学上的定义，就是我们的所是跟我们的所有，英文叫 to have to be。我们Madalas kala yung nasa kaka, yung pasok din na uya
kulong. Ira kaya na ayay api naman wala nito araw malaya ujima asangka. 神要我们有美好的属灵品格做什么？要我们大发热心。Nanay at kalalo kamu sa pasifana ni sa Cikaraya to sa Ira sa iyong kulong. 当我们有好的属灵的品格，我们就会愿意学像神一样大发热心，因为神就大发热心的。其实大发热心在撒迦利亚书第1章17节、14节到17节的时候就已经跟各位分享了。Jadi sa Sibang, Cikaraya, sa Kaka, Sibat Usafaw, dan sa Pitu Usafaw. Itira ito magpalaayaw, matalakar, dunia ayo kinsa, Cikaraya itanda, nanay, kalalo, saan? Dunia paling ayaw visual, Cikaraya ananay. Yung patuko, tukutayan na raw, patir niya, patir, aripel, Yerusalem, Hawi, nung Usafaw, saan? Beliau dan Cikaraya, Israel kamu kulung nanay. Beliau na patiran dia malalukai. Asingko, afaloso, atayal, aharatan saan? 亲爱的弟兄，第2节这样提醒我们。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Soal sa sinra mga alaga ko patama ke Yerusalem now hani tarama ulah kakuto itira ay pinawala saka makater kako to misal ada taay di sagrangan saan. 姐妹弟兄，我们教会在2020年到2021年的主题叫做齐心侍奉，主力合一。你要那个撒当上110年这个高patusukan no kita hawi nanay malacay dari lalo makutapang amataya sa kakak. Nanay malacay ko falocok lumita mataya lalo makutapang sa kakak. 现在姐妹弟兄，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之所以可以齐心侍奉，是建基在神大发热心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之所以可以齐心侍奉，是因为神他已经为我们大发他自己的热心。从撒迦利亚书第1章那边就提醒我们，神有一件他特别爱我们的事情，不仅是爱我们，而且这件事情在神心中是火热到不行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火热呢？好像我们的孩子得重病一样，孩子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叫做如果在30天以内。我们的孩子无法得到那个骨髓的捐赠，30天以后，我们的孩子就会离开这个世上。请问在座的父母亲，我们会做什么事情？请问在荧幕之前的我们的家人，我们会做什么事情？30天，我们得不到骨髓捐赠的话，为我们孩子，我们孩子只能够离开。所以这30天，想必30天里面，想必我们会透过 LINE 一直不断的传，我们一直打电话，看看哪家医院有，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姐妹弟兄一直来祷告，拖住我们的孩子，我们想方设法，就是要让我们孩子活下来。就30天，这叫做热心，这叫火热的心，大发热心。如果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大发热心，对不起，不用30天，3天我们孩子就嗝屁了，
就回天家了，不用我们大发热心。这是因为我们愿意做。亲爱的姊妹弟兄，所以神耶和华上帝才告诉我们说，他要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他要找到一个他要可以居住的地方，他要找到一座城市，跟人同住，赏识他的恩典，并且向人们降下他的慈爱，甚至要向人来显示他的荣耀，甚至叫人明白他的旨意，全部他巴不得，神巴不得都浇灌下来，神巴不得都从他深处倾倒下来，让人领受。就是撒迦利亚在第1章14到17节是提醒我们的，到了第8章再次重新来提醒我们，叫我们来大发热心。现在姐妹弟兄，我们知道吗？当我们真的很爱这个神的时候，有他妈拉布亚达邦的好意，一定要你的阿妈发妈妈，阿拉布亚达邦上来看看，一定要你的哈拉德米上来看看，我们安不到了哈鲁亚高瓦山上一大。现在姐妹弟兄，当我们越是爱神的时候，我真的相信，我们就越在乎神，我们就越在乎他要什么。请问在座的姐妹弟兄跟荧幕前面的姐妹弟兄们，我们自己想一想，当我们越在乎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当我们越在乎我们的朋友的时候，当我们越在乎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怎么样？我们去想这个我每一天跟他相处的人，我真的那么爱他，真的那么在乎他，我要想他，我要想要知道怎么去讨他喜欢，我们就想方设法想要做好这个东西，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想满足他的需求，即使是不合理的，我们也非常努力的想要去达成，不是吗？即使这个人离开了，我们还是去到那个埋葬他的地方去拼掉，我们去追人过去，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大的遗憾？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爱他，就像我们爱神一样。当我们越爱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在乎神。当我们越在乎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想要知道他要什么。所以第3节在提醒我们，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这边其实提醒我们要火热，另外一件事叫诚实。神在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说，他为西安，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极其火热，而这个火热是神本身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神自己的名的缘故，更是为了他的选民以色列而极其火热。神告诉我们说，他要回到西安，要回到耶路撒冷，要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当中。不光是神要跟他们同住啊，各位，还要跟这个圣城同在。并且提醒我们，神要他自己的百姓要彻底悔改。所以，撒迦利亚就再次提醒这些百姓，禁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祷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敬拜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可是，如果只献上那个祭物，并很真实的去做到上帝要他们献祭之后的背后的真理，那个教导，
我们的敬拜就是枉然的，我们的优先顺序就错误了。不仅仅只是献上那个5祭，另外一句告诉我们，有个祭，有叫燔祭，对不对？叫平安祭，还有什么祭？叫做赎罪祭、赎愆祭，还有素祭。有献上公牛，没有瑕疵的公牛，献上公羊，肥滋滋的公羊，还有那个绵羊。如果家里不是那么富有的话，就献那个叫斑鸠跟雏鸽。再穷的细面、橄榄油也可以，那个叫素祭。可是，其实献了这些祭，当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显出诚实的性格出来、品格出来，显出那个敬畏上帝的忠心出来，显出那个愿意火热的心出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撒迦利亚说，这些都是枉然的，因为都是为了他们的肚腹，为了他们肚子的缘故，并没有为神分别为圣，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当要末世，我们都是现在这个时代，叫做末后的时代、末世的时代的眼光来看待这节经文的时候，神的圣所叫做耶路撒冷。无论从现实面或者他们的灵性方面来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亲爱的姐妹弟兄，他们的信仰都是荒凉的。他们整个人所做出来的事情叫做信仰破产，并不诚实，而且都是为了自己。神在数百年之间不断的提醒这些百姓要悔改，甚至1、2千年之间，神要记得百姓要认识耶稣基督。可是一直到今天，他们不但不听，而且过程当中也遭受到亡国的威胁。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想一想，在今天，我们宗教会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Kung ini ukiukan kita ini kita都我们有真正的悔改归向上帝的人，所以呢，比法律不法传的好。神要我们火热，神要我在火热这件事情上面要诚实。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请问，我们有真正悔改归向上帝了吗？还是我们继续做着神厌恶的事情？有基督徒内心骄傲，不肯受教，而且不愿悔改，在这些年来如是观察。有基督徒普遍不冷不热，也不怎么爱神，而且常常轻慢上帝，对上帝非常轻慢。Bila Kristjan saya kata, dia bisa terkarawai afrojo. Bila dia mana ayah ambil ayah tu, pasok lin, kita panghananay. Bila ho mana ayah ambil valets. Bila Kristjan oleh 5 pasal tararikur kusingku. Arata
未来好，有三对啊，头我是安尼讲。你看你来，我讲我不懂。在我说的说到把我那爱安尼阿些，在爱被多了在那个讲，是那个。哈贵啊，距离啊，高我从那时候不路，这个弟兄基督徒处于不读经也不祈祷，不是很少读经很少祈祷的基督徒，以至于跟神的信仰是越来越疏离。有基督徒是半熟的基督徒，一般来我讲出来个讲，一面祈求神的宽恕，一面祈求神的祝福，一面又做自己的事情，只求祝福的好处，就不用先寻求神认识神。因为一般来我讲出来个讲。那sa parlament kita paham wilayah kau ya kan apa pertanyaan hal mana ai saya katakan 有的基督徒只为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而很少为神的家守望。有的基督徒只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很少为上帝的家尽一份奉献的心力。我们都很想丰盛，可是我们却亏欠上帝，也亏欠上帝的家。亲爱的姐妹弟兄，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火热，为神厌恶的事情火热，我们的教会就会失去能力。失去什么能力？失去为主发光跟做盐的能力。如果我们为这些神所厌恶的事情火热，教会或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没有见证，教会或是我们本身基督徒，自然的就不会有影响力。刚不漏，在爱个打帮好的，我这边啊，我讲个故事上个bertalahkan ayat betul-betul. Mengenai betul-betul wilayah besar kita. 现在这个弟兄当然要注意要心中要冒一个很大的风险。现在这个弟兄们。诚如历史历代的先知一样，让他们那么努力的去传讲上帝的话，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转归向上帝，让他们去做上帝所喜欢的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这些先知正如同辽春那些牧者们一样，也冒一个很大的风险。我们这些人有做到吗？事实上并没有，谢主弟兄。历史历代的先知、众教会的牧者们，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很多时候。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近，更加明白、认识，才会有分辨的能力。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牧者、这位同工，到底他的话跟他的生活是不是一致？无论是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曾经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姐弟兄说，
牧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准备。特别是面对我们的家人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姐妹弟兄的时候，往往我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们很害怕，当我们被分配到那个礼拜3的家庭礼拜的时候，要出来分享，我们就会胃痛1个礼拜。当我们要被分配到这个月份的某一个主日，当这个人不在教会的时候，我就必须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茶不思饭不想的2个礼拜，因为我们很害怕。同时，兄弟还记得那时候也跟各位这样分享，除了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读上帝的话，知道上帝的作为之外，事实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篇讲章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篇讲章。我们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正好相呼应的对我们上帝话相呼应着。可是，当我们有很深刻的认识、很深刻的自我觉察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知道一件事情：原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是这么大的一个提醒。亲爱的姐妹弟兄，当你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这样火热的事情去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说我没有能力，我不知道怎么分享上帝的话呢？就是每一天生活就是一篇讲章，不是吗？这就是神要我们一直活出内在信仰的本质，那个叫做诚实。任何人撒利嘎嘎，撒利亚先就提醒以色列百姓，除了要呈现好的属灵品格、要火热的那个心之外，我们要呈现出我们内在信仰的本质，叫做诚实。这段经文事实上，亲爱的姐妹弟兄，诚实这个字一直不断出现了，至少出现3次了。再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生命要有根基，要有转机。诚实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16、17节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说的bangsa mereka ini bersama bangsa bersama Usir ini sangat pintu asbang cakaria hansaan iraku pinamina anak konen namo demak ka usok ngai kuswa namo ka utzmai ku pisaukit namo ka rari hafayai namo akapacit milian tu tao agapi samangah pawacan ulini ademak min buka osian tu saan kapal。亲爱的姐妹弟兄们，神告诉你不要害怕，神告诉你说神要拯救你们，神要说，神对我们说，我们要做极其大的事情。神要我们刚强起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停工了16年之后，撒迦利亚一而再而三的说这些话来提醒他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现在姐妹弟兄，16年的时间停工了，
最近这几年有几个弟兄都回到花莲，回到台东，要落叶归根，想要到花莲台东东部盖一栋房屋，想要回到我们原居地去养老。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有家人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花莲这凤梨镇三星里，想要盖一栋房子，假设盖了16年都还盖不好，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那个三星的花莲县凤梨镇三星的这个部落的邻居会怎么看我们？能不上，方便按嘎啦接，贵啊，罗马嘛把别人这个好，按feel的好，mana kita berharap saling kakak. Yung kung gusto ko biasaan saan patireng magkapah malaki ko niya kiu kay nila siya sa hay man saan ko fia man sa ko iso suay kiu kay aminan ng gitanan man sa paharatan lumita asik malaki sa mima ako tayo saksan 现在几位弟兄，16年的时间，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工他们的城市啊。我们可想而知，他们走出大门的时候，你看那里周边邻近的这些的社区或者乡镇，怎么看他们？他们连头都抬不起来，自信心一定会丧失啊。如果我们自己的家16年都还盖不起来，我们会常常跟我们邻舍讲说：“哎，我的房子会多好多好，你看，你看。”你的邻舍会相信吗？不会吧？至少要拿出一点成绩吧，不是吗？还有过去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常常在上帝面前，在家里面说。你看，下次一定会考多少分数给人看。可是平常又不读书，又爱玩又懒惰，常常讲变成放羊的孩子了，不是了吗？我怎么会抬得起头来呢？不会。可是神却告诉以色列人说：“不要害怕。”那个达拉尔什么的巴萨谁敢承认了？神告诉我，不是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神还告诉他们说我会拯救你们，我把我的笨蛋不干过什么的，把你再跟上看看。神要提醒他们，不仅是不要害怕，神要拯救他们，而且神要跟他们讲，你们要刚强起来。不要害怕，神要拯救，你们会刚强起来。神没有要让他们去组军队啊，刚强没有啊。神没有从天上掉一笔，这就几千万的，就是我们防疫措施，我们不是说国家就是要挹注1兆5000万还是1兆500万，不是吗？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神也没有让他们组织军队，没有，而是要他们做3件事情。现在这里说。诚实、公平、爱和平，这3件事情做到了，他们会按公义真理来判断每一件事情。当诚实都做到了，社会就会公平，社会就会和谐。当你们愿意实践律法的教导的时候，爱跟和平就充满在他们的中间。永远他们做3件事情之后，这个应许就不害怕，被拯救，会刚强，就会从他们中间就会起来。
们。撒迦利亚提醒，建造耶路撒冷城之后，说话要诚实。阿比撒邦啊，不说啊，什么的巴子尴尬，撒干嘛？你知道吗？建构公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从诚实开始。我们看有哪个国家？我们看有哪个国家公然敢侵犯那个追求诚实、公平、爱与和平的国家？有哪个国家愿意侵犯那个不断追求爱、诚实、公平跟和平的国家？谁敢去公然的去污蔑、欺负那个追求诚实、追求公平、爱与和平的国家？像没有。我不是干嘛还要干？我们的神也不愿意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先知撒迦利亚要提醒这些百姓，也提醒我们，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用这件事情，甚至这3件事情，成为一个建构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其实圣经当中不乏这种例子。在列王记上12章25到25到33节，没有校对。所罗门王当他离世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变成2国，对不对？北边叫做什么？北以色列嘛，是吗？有10个支族，南边叫什么？就是犹大嘛，2个支族。南边这个2个支族是上帝应许大卫的后裔一直要做王。所罗门之后，他的后裔叫做罗伯安，带了2个支族，在南边的犹大这个地区做国王，而北边就是有一个人孩子叫耶罗波安，在北边那个有一天一个神人，一个叫先知，就告诉他说：如果你遵守我的话，如果你愿意顺服在我的名之下，如果你愿意实践我给你的这些话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让你永远做王。就给他10个支族在北边以色列。可是这个国王很有趣，各位。有一天他去到世界去敬拜上帝，他想来想去，自己当国王了，我干嘛那么远的跑去？一天呢，去拜你们还要带来让台中的聚会你们你的海是岸，我的阿公变成用不弄。当律官说才不会那么傻嘞！我这边有教会可以聚会，可以敬拜，可以拜这位上帝，我何必要开2个半小时车要去台中聚会呢？我何必要开2个小时2个半小时车去到台中喜安教会聚会呢？我才不要呢！我就要在我自己的地方就盖一座坛，就跟我的百姓讲说：哎呀，不要去到台中喜安呐，只要在上帝教会就好了。他们不是叫教会，我们才是叫教会。我想威胁老百姓，又回到亚伦那个时代，摩西那个时代，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你们的神。现在姐妹弟兄，耶罗波安非常
常害怕南边的两大支族会来，因着他的百姓去到耶路撒冷去拜上帝之后，他的百姓不再相信这个国王耶罗波安的话，他就害怕，他就骗他们的百姓。用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只会加重。诗篇16章这样就说这件事情，公然的欺骗，公然的说谎，不诚实，跟那百姓说，去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领袖公然的误导百姓去拜别的神。当我们去读列王纪上13章以后，我们就发现，耶罗波安只在位22还是23年的时间，他就下台，很快。建构公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从诚实开始。那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最近这个叫新冠状肺炎的这个病毒这个疫情，有的说是武汉肺炎，不管好，因为不是叫不是叫新冠状肺炎，不是叫武汉肺炎，因为全世界现在最可怜的，从意大利到西班牙到美国，都相信叫做中国的话，都相信叫做 WHO 的话。所以现在他们的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确诊得到这个肺炎的他们自己的国民也越来越加增，都是从不诚实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我一开始就接受许多从中国出来这种声音，基层的声音，会严重到今天这个地步吗？当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害怕错误，害怕承认错误，所以用不实的这种数据，不实的这种美化的说法，去叫做辟谣、造谣，也就让全球许多国家都深受很大的伤亡，连医疗体系，我们看到的都溃败下来。那亲爱的姊妹弟兄，就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社会建立一个诚实、不欺骗的环境。当我们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亲爱的姊妹弟兄们，我们就必须要先从我们的教会生活开始做起。做什么？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开始，做一个真正的诚实的基督徒开始，也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得到更新。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做真实的基督徒，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新一个不二法门的转机的机会。如果不做真实的基督徒，姐妹弟兄们，你就会像撒迦利亚书的他笔下或者他口中之下这些百姓一样，只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而不会领受上帝更大的祝福。姐妹弟兄们，是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的，我们的信仰生命更新的转机第一讲。下一讲18到23节，会讲到另外一个部分。
下个主日复活节的主日就是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神差爱子》。
受难日。第3天之后，4月12日就做复活节。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在此要求神帮助，复活的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当他转换成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让基督复活带有盼望的生命来帮助我们，让耶稣继续活在我们心中，让基督成为我们的能力的祝福，让历史的耶稣转换成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接纳这一周的受难。弟兄，当在主日喊说“我爱耶稣”，当在这个主日说我们要敬拜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化成另外一个画面。当有一群人，当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讲说，去到每个家把头驴牵过来，坐在那头驴的上头，就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半途上，有很多人就说：“和散那，和散那！愿那奉主名来的名的人，应当称颂的时候，也正如我们的经早神，我们唱的这首诗在爱神的诗歌的时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好像可以把耶稣基督重新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好像曾经跟上帝讲说：“上帝，我也火热，我愿意做这个，我愿意做那个。”假如你肯的时候，可是曾几何时，亲爱的姊妹弟兄们，我们也重重的拿着那个榔头，就敲下钉在耶稣那个手心痕当中那个钉子。很多时候我们太愿意像耶稣一样，太辛苦了，因为很多事情放不下我们自己。我们太多的时候为我们的肚腹在着想，太多时候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都为我们自己，可却很少为耶稣活着。亲爱的姐妹弟兄们，当我们愿意成为在今天上午的这个主题，叫做我们的信仰生命更新与转机的时候，求神真实帮助我，毕竟要去经过那个受苦的路。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我们必须要放下很多利益，放下很多的自以为是，放下很多的我们必须要享受的很多的大部分的生活的事。可是，当我们一旦成为一个基督徒，愿意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就在当下，我们就比较会明白保罗说的那句话：“我看这世界如粪土一样。”你就比较愿意去跟随耶稣，我们也愿意继续背起基督要背负的那个十字架。亲爱的弟兄们，在今天这个周数主日的上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耶稣真实是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有了需要、有了困难、有了很多的那个挑战的时候，我们才把耶稣从我们心中搬出来。不是，我们让耶稣常常就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不是住在我们的心中一个房子的某一个角落而已，而是我们要让耶稣常常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再次鼓励给各位姐妹弟兄们，什么叫尊主为大？有班不要有大放的书嘛，过生的一样。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都尊耶稣为大，不是只有我喜欢的、我有利益的才叫耶
是神在他所厌恶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尊重为大。我们的信仰才会不断的被更新，因为被刺激了，我们就更愿意活像耶稣基督。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周，我们就不断思想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帮助我们，不要再让我们重新把耶稣钉在那个丑陋的木头上面。就在这我们就要进入到复活节的时候的这个礼拜，我们要不断思想，愿神继续恩待我们，愿神继续祝福那个愿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姐妹兄。一起来开始祷告，不论要拜他们都能给当。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你渴望我们的生命完全像你的生命一样，包括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将来复活的生命的这样的状态。耶稣，求你再次开我们里面的心窍，让我们真实的明白，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指望，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洁净自己。耶稣啊，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在你里面就可以得到洁净，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里面可以主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求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遇见你、见到你，并且认识你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像你一样洁净。耶稣啊，除掉我们里面所有的罪、恐惧、怒气跟忧虑。因着我们愿意再次全然的归向你。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亲爱的主，你又是我们全备的恩主。主帮助我们再次愿意投靠你，也请你祝福我们众姐妹弟兄的生命，叫我们在你里面有这个信心，叫我们在你里面有这个活出这个能力，甚至可以站立起来，面对世界种种的艰难挑战的日子。因为我们实在知道，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主你亲自应许我们说，我们借有你的性情，我们借有你的生命，而且我们还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也通过你的话语的提醒，主上帝，这些你诸般的恩典，如果没有你，亲爱的耶稣，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到。所以，亲爱的耶稣啊，再次帮助我们愿意听从。可以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被你更新，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好来荣耀天父上帝的名，好来荣耀我们的神。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追求的不只是我们金钱的外貌，而是主要帮助我们所追求是那个真实的金钱的那个本质，也就可以守住你的真理，守住你的真道。让我们的生命从里面到外面都可以做出改变来，使人们看见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来。主啊，你在凡事上面可以敬畏你，在凡事上面可以遵守服从你的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被改变、被更新。我们的灵的里面，主啊，我相信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你，因为我们里面有你的性情。通过每一天的操练，我们可以每一天越接近你更多。每一天越认识你更多，每一天就越愿意紧紧的跟随你。亲爱的耶稣，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更新当中，主要让我们看见那个转机，那就是愿意活出诚实、公正、跟爱跟和平。让我们在进前的路上，好好的操练我们自己，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主，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这是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爱，一起来奉献。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感恩。Oh
Tuhan kagarayan, Mahamay to panunod, pusobo no salikaka, Kota, Grabe sila iso, Grabe ulipasa iso, Pupakulit amianan, Ini Rumi Rumiat. Pamao, Gansya kami, Ini hakahawi, Grabe alalaya, Kumi, tulong no o itati. Pamao, Nakakalaw ko no kita, kung ito magwasay o ito kapahay. Pamao, Ilapiso ami alang adan ilapiso ami papringan ko itse surinay to mama idini anini alapakan ami gansya to no foksi kamyanan paite kamyanan to niyan ko wayway to uri to ilapiso mama papringan ko atini ay to namak ato sampun masalikaka ati ko mi sancer to kamianan. Surinay to ama mosalikaka atini ko aninay tingting hawi dago kansya tingting dago patirin no yokay ato mo no sa no mi weisyo ato no tulong no salikaka tingting amao ano why iso hawi away to kami ini Surinay do ama akhirnya hatuno kami siya lumos nuniyam hawi nanay iso no akhirnya to lemas ikinita taos ini po pakani to turun pakani ngangan Yes kata ijab amen Siguro ay sa mga tiyo pakilan ta mama sa mga ito ta ulahan ta.因为充满了恩惠的耶稣基督，以及从亘古到今天到将来永不改变慈爱的天父上帝，以及圣灵的常常光照、感动、交通团契，使众姐妹弟兄因着愿意去学像耶稣，活出那更柔美的生命出来，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说。